中医卡伫社会防疫责任，伫这波疫情当中嘛尽一份心力，主要力争研发新冠以后的中药处方，会当来对抗确诊者被科学验证以外，其实中医师嘛希望积极推广对一般人的体质拢真适合的配方，参照这款防疫一盒药材，用烧水冲泡当做茶饮，主要就是补气、祛湿加解毒。针对容易感冒或是免疫力较歹，会当增强来对抗病毒。我们这个防疫号就是在去年我们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有推出这个防疫号。它主要就是说在调整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让它提升；那调整我们身体的肠胃系统，让一些湿气不要一直在身体里面，就是造成让我们的那个身体状况保持在最佳的状况之下就是可以预防一些病毒细菌的入侵这样子。当然，伫过去拢无药物甲疫苗的年代，就是以大自然的草药来提高人体抗病能力。所以中医嘛强调，一定要对生活习惯、饮食调整甲运动来改善，才是根本。当然，我们在说我们这些药材的话，是可以增加免疫力，但我们还必须保持一般来讲，我们中医讲那个就是治未病。那胃病的话，是不是说只有吃药或吃什么东西保健食品？但我们生活的习惯比如说要保持心情的放松，因为这疫情大家很紧绷。那如果你在处于在比较紧绷状态之下，我们的身体免疫力其实会下降的。那保持充足的睡眠，那不要喝太多那个冰凉的饮料，因为这冰凉饮料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湿气变重，那造成我们身体的环境变差，更容易去感染这个病毒。随着疫情愈来愈严峻，民众希望透过中医药的茶包来调养的询问度嘛愈来愈悬。不过医生嘛是建议民众，因为每一人的体质不同，也是要先透过医生来评估，再来应用。当然新闻，阮是何乔邦采访报道。